好，怎么绕远到前院来了？是有人被打倒了，拿孩子撒气呢？可不是嘛！哎，傻春，我可跟你说啊，别抽我了！我都没说你，我没别的意思。我再说，我打你！干什么呀？爸，早饭好了，您吃早饭吧。不吃了。不，哎，爸。等一下，爸。那这是早饭，您趁热吃了吧啊。爸，您吃。哎，爸，妈，喝粥。你个傻老大，傻了吧唧的就欠揍。我觉得我们家呢需要革命了啊！这封建习俗太多了，从今天开始啊，必须改变啊！以后爸爸回来了呢，就不用起立了，听见了没有啊？你们？听见了，听见了。谁说的？家里是家里，外边是外边，家规是不能破的。就是，怎么就不能破啊？亏得您还是街道居委会副主任呢，怎么领导居委会啊？哎，不破不立，您清楚吧？破四旧，您更清楚了吧？他二姐啊，你懂得可真多。睡了，妈，你说咋办呢？是啊，你爸让我把他那东西藏起来。可是傻老大，我不知道藏哪儿啊，藏哪儿啊？二姐、三姐，你们干什么去了？抄家，今天一上午就抄了4个反革命的家。抄家。哎，素菊，你是不是也去抄家去了？那是。哎，对了，门口那辆自行车谁的？哦，那是你二姐和三姐的。凭什么呀？我还没买呢，妈，我也要自行车。你干嘛去？你躲开！哎，素菊。爸，跟您商量个事儿。说。我想把您的这些宝贝和书全给藏起来。我跟你妈说过了，她说没有地儿啊。有地儿，我就藏在咱们家后院的那个菜窖里。我把这些书吧全部用塑料布给包起来，然后再用蜡给封上，就没不了了。哎，这个主意好啊！不过你可得捆紧了啊！书这个东西是最怕吵了，这可是爸爸的命根子。哎呀，爸，您放心吧，我知道啊，这书是您的命根子，我一定给它藏好了啊。小心点啊！知道，这也是您的宝贝。
哎，二姐，你看我这段写的怎么样？听着啊。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到大明、大放、大辩论、大批判的深入阶段，四大的核心就是大批判。但是我们学校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，竟然说大明还算可以，大放就乱了，这纯属一派胡言。毛主席教导我们说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不是做文章。我怎么觉得有点太空了？我觉得吧，你这个不仅太空了，而且你的这些词儿不是都是从报纸上来的吗？那人家看了上句，不就知道下句了吗？我觉得吧，你呀用一些新的词儿，等到你这个大字报一贴出去的话，肯定会围得水泄不通的。嗨，我哪有你那水平啊？哎，干什么去你啊？去爸的房里啊找《桃花扇》那本书，我准备啊要把我们的语文老师批老批臭，审他损这个踩那个的。哼！哎，我也去。哎，怎么回事儿？小春儿啊，书呢？啊？我问你书呢？杨半截儿，该不是你给藏起来了吧？啊，去问妈。你们去问妈。你个死榆木疙瘩啊！藏起来就藏起来了呗，说话不就完了吗？嗨，跟他说没用，肯定是昨天你把妈吓着了，妈让他藏起来。问也白问。走，找妈去。接待红卫兵是多么光荣的任务啊！这次还是从上海来的，你去准备吧。好，那我走了啊。哎，你们俩来这干嘛来了？妈，您这官儿够大的呀！啊，这叫老太太踩电门，抖起来了。对，抖起来了。我有那么老吗？老太太在这儿呢。啊，不了。什么就踩电门了？哎，你们俩嘻嘻哈哈来干嘛来了？这是？妈，你这眼睛上怎么了？哎呦，别提了，我今天右眼老掉。别说这个，去，赶紧说，你们来干嘛来了？啊？我们是来问我爸书房里就那堆。哎，妈，那个书房里的书不见了，我们俩要写大字报，要找点资料。哦，这个得问你爸。你们走了以后，你爸弄了个中吉谱，把那书啊，还有那一堆东西什么的都拉到厂里去了，说要给烧了，销毁。看什么看呀？你还不信呢？烧了就是烧了呗。哎，在这大干快上的时候，我没工夫跟你们废话啊！你没看我干革命工作呢？哟妈，您这工作够重要的啊，连上海您都管了。行，那您管着啊。先走了。习主任，这是您那个大闺女和二闺女吧？真棒，尤其是您那个二闺女，长得可真够俊的。那是我们家老三。哦，三闺女啊？我们家闺女都随我。啊，是。先别说这个了。哎，你说说你们家安排多少？您看着安排吧。 8个。你们家地儿大。 这一大清早上的，你说这傻春上那菜窖干嘛去了？啊，这也不是冬天，我怎么寻思的呀？不觉得这事儿奇怪？赵家傻春啊，你可别惹他，他不是缺心眼儿，他是什么都不怕。你要真把他惹急了，他可把你们家给砸了。
年冬天。得，他们家2个红领来了。赵家姐俩回来了。就没见他们家二闺女跟别人说过话。别说你们后院的了，正院6户人家一个都不理，好着呢。有什么呀？真是的。妈，您说我爸怎么还不回来呀？我怎么觉得今天有点不对劲儿啊？我去看看去吧。哦。给我，把条纸给我。爸，傻春，能告诉我这上面写的什么呀？啊，我不认字儿啊！傻春啊，马大我擦呢！我要打你！看热闹，你们快点看热闹！你到底想干嘛呀？我想干嘛？我想跟你玩命！再敢看我爸热闹，我跟你们玩！我是好男，不跟你斗！滚！再敢看我爸热闹，我踹你们家玻璃！看什么看？滚！滚！完了，我这回是完了。不但红大会的委员废了，就连红卫兵的资格也会被取消的。背上了黑五类、狗崽子的骂名，什么远大抱负，什么政治前途，全都会成泡影的。那我的红小兵也完了吧，三姐？完了就完了呗。二姐，你想开点，不当就不当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大不了当个逍遥派，我还不信他们谁能把我怎么了。你当然不怕了，你不是有一帮什么高干子弟戳着你吗？学校撤了我，不丢那个人。爸怎么样了？没说话。你们凑合吃点吧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顿不吃饿得慌。